對2025年10月主再來預言的辨識。講章的作者 Hein Christian Timothy。講章發佈日期2025年10月4日。代表翻譯組武士書。編譯日期2025年10月6日。上個安息日，我曾與聖會分享題為對於2025年主再來的預言的辨識與總結的一篇信息。那篇講道是根據主的話語，對約書亞姆拉克拉 Joshua Flakler 所傳出的預言進行辨識與總結。他向全世界宣告，主耶穌基督已經向他顯現，並對他說，他將在2025年的吹角節，即2025年9月23日至24日再來，把聖會從這世界提接上去。這一宣告迅速在世界各地、各大社交平台上得到成千上萬人的認同與回應。他們宣稱，自己所領受的夢境與異象正是證據，表明約書亞的信息必將應驗。在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這樣的一次事件，當一位人宣告基督者將要來接聖會時，竟有如此多的人同時得夢得異象來印證這宣告。因此，約書亞的預言得到了給多人的支持。當然，也有人不信，因為他們根據馬太福音24章36節與馬可福音13章32節這兩處經文，這兩節聖經清楚指出，只有神知道基督者再來接聖會的日子與時辰，天使不知道，人也不知道，甚至主耶穌自己也不知道。然而，誰能斷言，如今的基督者，那位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他了。馬太福音28章18節已經恢復了天主的形態，卻仍然不知道他再來接聖會的日子呢？若是基督者復活之後仍不知自己再來接聖會的時辰與日期，那他就不可能是天主了。在天主的位格中，基督者復活之後，自然清楚知道他再來接聖會的日子與時辰。因此，馬太福音24章36節與馬可福音13章32節中所說唯有父知道的話，其實只適用於他尚未復活的時期，那時他已經放下了天主的形態，完全處在人的形態之中。事實上，這並不是例外的情況，因為聖經中有許多出自神的命令，只在特定的階段內才有效。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舊約中關於敬拜天主與為人贖罪的整個律法體系，這些條例只在當時的時期裏才被施行。因此，若主耶穌向他的一位子民顯現，並啟示他再來接聖會的時間，這並不違背聖經，反而正符合以下兩處經文的真理。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為僕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我已經稱你們為朋友了，因為我從我父那裏聽見的一切，都已經告訴你們了。約翰福音15章15節。如果主耶和華不先把計劃向他的僕人眾先知顯示，他就不會作任何事。阿摩司書3章7節。在聖會時期，每一位主的子民都是神的先知。主耶穌可以向聖會中任何一個人顯現，使他們宣告他的言語。我相信，聖經已經記錄了一切人類與聖會所需要知道的事。因此，我不相信主會顯現，去啟示某個聖經中未記載，卻即將發生的事件，也不會吩咐人去傳講一些聖經中沒有的新啟示。但我相信，若主在那日子臨近之前的一段短時間內，向他的子民顯現，告訴他們他將要來接聖會離開世界，這是可能的。因為約翰福音15章15節與阿摩司書3章7節都允許這樣的事可以發生。事實上，聖經確實記載了許多例子，在那些例子中，主都會事先告訴他的子民，他即將成就一件重大的事。他在大洪水之前的7天，吩咐挪亞與他的家人進入方舟。他在所多瑪與蛾摩拉被毀滅前1-2天，告訴亞伯拉罕他即將施行審判。
主的天使在毀滅所多瑪與蛾摩拉前一天，啟示羅德他將要毀滅那兩座城，並帶領羅德一家離開所多瑪。主差遣先知約拿去警告尼尼微城的百姓，說再過40天，他就要毀滅那城。主又差遣先知耶利米，宣告猶大國將被擄70年。此外，聖經中還記載了無數次，主在行事或許可一件事發生之前，都事先向他的子民啟示。因此，神必預先告訴他的子民將要發生的重要之事，這一原則是貫穿整本聖經的永恆原則。問題在於，主耶穌是否真的向約書亞顯現，並對他說話，正如他自己所宣稱的那樣？若不是，那就只有兩種可能：一、約書亞出於某種目的，自己說了謊；二、約書亞被假冒主耶穌的邪靈所迷惑。我更傾向於第二種假設，若約書亞的預言最終沒有應驗，那就是他被迷惑了。原因是，我看不出他有什麼動機去故意說謊，因為他自己非常清楚，真相將在短短3個月後就會被揭露。當2025年9月23日至24日過去，而約書亞的預言並未應驗之後，我向聖會分享了我的結論，他是被撒旦所欺騙的。然而，在神奇妙的護理之中，天主卻使用了這件事，帶來了許多他子民的屬靈復興，使各地方聖會得以被更新，並使更多人信靠福音。然而，在我向聖會分享那篇講道後的第2天，我又看到了一段採訪約書亞的視頻，那是在他所預言的2025年9月23日至24日並未應驗之後發佈的。以下是約書亞在那次採訪中所提到的主要內容。他強調，他事工的主要目的是引導人歸向主耶穌基督，而不是讓人把焦點放在世界末日上。他呼籲眾人要信靠主的犧牲，好得着救恩。他又堅定地宣稱，自己在2018年曾與主耶穌面對面相見，他所傳遞的信息是真實的，即使被提尚未發生，信息本身也沒有改變。他進一步推測，被提仍將發生在2025年9月23日至24日，如略歷也就是公歷2025年10月7日至8日之間。這是根據主借着他的一位朋友所賜的啟示而得知的。他否認那些指控，說他所見的是假主耶穌。他批評這些指控他的人，認為他們是在毫無根據地論斷。他堅稱自己已經省察了自己的靈魂，並確認所經歷的與主的話語是一致的。他鼓勵那些相信他信息的人，要堅守信心，不要失望，並要預備好自己的心靈。他把當下的情形比作挪亞與大洪水的故事。他並沒有為先前的信息道歉，但他表達了對那些因相信世界末日而受苦或變賣財產之人的同情。他強調，自己從未勸告任何人放棄財產。他呼籲聖會與各地教會的領袖，要以清潔的心侍奉主，並警告他們，在被提發生時有可能被撇下。他勸勉主的子民，要時常保持與主之間親密的關係。他解釋說，宣告基督者再來的日期，是出於神的愛，目的是讓人得以預備，免去將來的審判。他引用聖經來支持知道基督者再來的時間是重要的這一觀點。他自稱自己是神計劃中的最後一支箭，使命就是宣告基督者再來的日子，並同時傳揚福音，引導人們的心歸向主耶穌。然而，他還提出了以下2個重要觀點，但這2點並未使我信服。他指出，如略歷的2025年9月23日至24日，相當於公歷的2025年10月7日至8日，正是吹角節的日子。他解釋了2種曆法之間的換算，並將此直接與他關於被提的信息聯繫起來。
他強調，主向他啟示了這個時間，是根據預略曆而定，以符合聖經中的節期安排。他表示，在2025年9月23日至24日格里高利曆所預期的主再來事件並未發生之後，他的一位朋友在影片中被稱為 This Man 開始禁食禱告。主很快回應了他，指示他查閱預略曆，並啟示他說，這才是主所使用的曆法，也是主耶穌在世時所用的曆法。這位朋友隨後將2025年9月23日至24日的預略曆日期轉換為格里高利曆，發現相當於2025年10月7日至8日，並認為那才是真正的吹角節時期。後來，他將詳細解釋的視頻發送給約書亞先生，而約書亞先生承認這乃是主對他信息的印證。約書亞先生強調，當初主並未告訴他所說的日期是按照格里高利曆，如今藉由這位朋友的啟示，這一點已經被澄清。我明白並相信以下3點，因此我否定了約書亞先生及其朋友所提出的上述2點。吹角節是希伯來曆的月初之日，那一天是新月，而不是滿月。2025年10月7日至8日相當於希伯來曆5786年的提斯利月15至16日，也就是猶太曆或聖經曆。這是神在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前賜給他們的曆法，出埃及記12章1到2節。聖經清楚記載了吹角節的舉辦時間，如下：你要告訴以色列人，7月初1，你們必須完全休歇，要吹號筒作紀念。應當有聖會，利未記23章24節。7月第1日，你們要有聖會，什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這是你們吹角的日子。民數記第29章1節。由天主賜給以色列民的希伯來曆，每個月的第一天永遠都是新月之日。雖然主耶穌在地上行走的時候，羅馬帝國正統治以色列民，而當時羅馬人所使用的是預略曆，但主耶穌和以色列民所使用的卻是希伯來曆，因為那是天主賜給以色列民的曆法。在新約全書中，每一次提到節期，都是按照希伯來曆來計算的。加拉太書4章10節和哥羅西書2章16節清楚表明，以色列民在使用希伯來曆這件事上極為嚴格。只有在路加福音3章1節中提到該撒提庇留在位第15年時，是按照預略曆來計算年代的。聖經中的各個節期，都是根據希伯來曆來確定的。這一原則早在出埃及記12章1到19節中就已經確立。因此，當我們需要與其他曆法系統進行對照時，必須以希伯來曆的日期為基礎來換算。例如，今年5786年的吹角節是在提斯利月的第1日和第2日。若換算為現今通用的格里高利曆陽曆，則對應於2025年9月23到24日；若換算為預略曆，則對應於2025年9月10到11日。我認為，如果主耶穌真的啟示約書亞的那位朋友，讓他知道主向約書亞所說的2025年9月23、24日是按預略曆計算的，那麼主並沒有說那2天就是吹角節，把那2天稱為吹角節，只是他們2人根據自己的推論而得出的結論。這種推論嘅不合理，也不符合事實。約書亞和支持他的人認為，以色列民一直以來守吹角節的日期是錯誤的。因為據他們的理解，詩篇81篇3節證明吹角節是在滿月的那一天。他們之所以這樣主張，是因為某些英文譯本在詩篇81章3節中使用了 the full moon 滿月之日這個詞語，如下所示：要在月朔，在月望，在我們守節的日子吹角。也有人這樣翻譯：要在月朔，在我們節期的定日，在我們守節的日子吹角。這也是我以前在越南聖經修訂版2012中所採用的翻譯方式。
當時我是根據英文版希伯來語詞典的定義來決定的。我認為，那些詞典的編纂者深受英文聖經譯本的影響。所有英文版的聖經希伯來語與希臘語詞典，都是在多種英文聖經譯本問世之後才編纂的。最早的一部是 Strong's Concordance 斯特朗經文匯編，1890年出版，而最早的英文聖經譯本早在1380年到1611年之間就已經出現，其中欽定版聖經 King James Version 發行於1611年。因此，我曾多次發現，這些詞典中有些詞除了原意之外，還被加入了根據英文聖經意譯方式而來的定義。在詩篇81章3節這一節中，我選擇將其譯作在所定的節期而不是在滿月之日，是為了避免讀者誤以為新月日就是滿月日，正如約書亞先生和他的支持者如今所理解的那樣。我認為，在詩篇81章3節中，那些把希伯來名詞 KSH3677KC 譯作滿月之日 Full Moon 或所定的節期 Appointed Time 的譯本，其實都是根據譯者的詮釋而非字面意思。他們的翻譯是從其詞根動詞 KSH3680 Cause 意思是遮蓋、隱藏、包裹推顯出來的。那些把它譯作滿月之日的人，是因為他們認為那是月亮被太陽的光完全遮蓋照亮的日子，而那些譯作所定的節期的人，則認為那是被隱藏在神旨意中的日子，一個由神所指定設立為月首節期的聖日。然而，我認為翻譯聖經的人必須忠實於原文的詞義，盡量按照聖經原語言中每個字的真正含義來翻譯，以維護神話語的真實性，而不是按自己的推測來解釋。因此，我在2012年聖經粵文校訂版中修訂了詩篇81:3，並附上注釋如下：要在月朔，在被遮蓋之日，在我們守節的日子吹角。箴言7章20節也應該按照希伯來原文準確翻譯如下：他手裏帶着錢袋，要到被遮蓋之日才回家。箴言第7章20節。神設立每月初一的新月為節期，或許是因為其中包含以下屬靈的意義。神的子民需要謙卑，並預備好聆聽主的聲音。當以色列民守新月節時，他們藉着信服來承認天主是掌管他們的那一位。每個月，他們都分別出月初這一天來敬拜天主，並預備心靈，好領受他將要啟示或指教他們的事。為榮耀完全顯現前的預備，新月尚未發出圓滿的光，象徵屬靈上的預備階段。在面對天主的榮耀之前，人需要先被潔淨，被分別為聖。這正預表於兩個滿月之日的大節期：無酵節與住棚節。無酵節象徵天主子民遠離罪惡，過聖潔的生活，從而反映出天主完全的榮耀。哥林多前書5章7到8節。住棚節象徵天主在人的肉身中與他的子民同住，成為他們的光與榮耀。啟示錄22章5節。神在萬境中的保護，雖然月亮尚未圓滿，黑暗籠罩天地，但天主對他子民的看顧與掌管仍然存在。他像看護眼珠般保護他們。申命記32章10節。事實上，天主是創造黑暗的主。以賽亞書45章7節。所以當他允許黑暗出現時，無論是在屬品上還是屬靈上，都必為愛他的人帶來益處。羅馬書8章28節。新的開始機會。每月初一的新月開啟了農曆的新週期，提醒以色列民無論處於何種境遇，都要以敬拜和感恩的心來開始新的日子，歸榮耀於天主。事實上，曾經有一種潮流試圖證明，希伯來曆每月初一的新月就是滿月。這種觀點主要依據詩篇81章3節在英文中的意譯。然而，如果希伯來曆的新月真的是滿月，那麼七大節期的時間安排將會完全混亂。歷史證明，以色列民一直按照希伯來曆守七大節期，
每月初一的新月作為月首。主耶穌參加這些節期時，並沒有指出以色列民守錯了新月或其他節期，即使他們以新月之日為月首。這一細節本身就足以駁斥吹角節不是提斯利月初一，而是15日的說法。回到約書亞先生的宣告，他說主耶穌將於2025年9月23、24日如略曆再來。當我將如略曆的2025年9月23日換算到希伯來曆時，發現那一天正好是住棚節的第一日，相當於格里高利曆的2025年10月7日。希伯來曆的新日從前一天日落後開始，因此2025年的住棚節將於耶路撒冷時間10月6日下午6點18分日落後正式開始。因此，我便反思，住棚節是否與基督的再來將教會接到天上有關。在準備關於贖罪日的講道時，我又發現，主也可能在贖罪日再來，因為贖罪日所包含的屬靈意義之一，是神的子民的肉體得以完全救贖，也就是復活或被改變，而子民的身體復活或改變的那一天，正是主再來的日子。因此，主完全可能在贖罪日再來。這讓我繼續思考，主是否也可能在春季的4個節期再來，為2026年逾越節的講道做準備。感謝主，我發現春季的4個節期都非常適合作為主將聖會接到天上這一事件的應驗時刻。1. 逾越節，脫離審判的拯救，將聖會接到天上，被提可以理解為聖會從即將臨到世上的末世大怒中得到的拯救。因為神不是定意要我們受刑罰，刑罰原文作憤怒，而是要我們借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着救恩。基督替我們死，使我們無論是醒着或睡着，都和他一同活着。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9到10節。2. 無酵節，成聖與完全預備，聖會必須從生命中除去罪的酵。這節期提醒我們，蒙救贖的人應當過聖潔無罪的生活，以預備迎接主的再來。主完全可能在節期的第7天再來，這象徵主在聖會完全聖潔的時候到來。所以，你們也要準備妥當，因為在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馬太福音24章44節。你們既是無酵的麵，就應當把舊酵除淨，好讓你們成為新的麵團，因為我們逾越節的羊羔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哥林多前書第5章7節。3. 初熟節，舉麥捆節，聖會是更大的初熟捆，被提。主耶穌是最初的初熟捆，但他是單獨的，因為他必須復活並永遠活在所有人之前。聖會，即忠心的神子民，將被提，是即將到來的大收割中的初熟果子。被提預示着更大的收割，末世其中的聖徒隨後將發生。聖會子民被提，是收割季節的初步應驗。他憑着自己的旨意，借着真理的道生了我們，使我們作他所造的萬物中初熟的果子。雅各書第1章18節。4. 五旬節，主耶穌在世上建立聖會的日子，也可能是主將聖會接到天上的日子。被提標誌着五旬節時代的完成與終結。當聖靈者將新婦帶回新郎的家，如所應許的那樣，當他往上升，他們定睛望天的時候，忽然有2個人，身穿白衣，站在他們旁邊，說：加利利人啊，為什麼站着望天呢？這位被接升天離開你們的耶穌，你們看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也要怎樣回來。使徒行傳第1章10到11節。因此，天主的7大節期都與基督再來接聖會脫離世上有關，這意味着基督可能在任何一個節期再來。所以，雖然新約時期的主子民沒有義務守天主的7大節期，但聖會仍應以熱切的心紀念這些節期，期待基督的再來。感謝主，他感動我們，從剛過去的吹角節開始，
如此行事，開啟了新的公曆年，希伯來曆5786年，也就是神賜給人類的聖經曆。感謝主，藉此他賜給我們一次全面而大的復興。從此以後，我們將持續紀念天主的各大節期，直到基督者將我們接離這世界。我認為希伯來曆在千禧年國度時期仍將被使用。屆時，神將使地球和月亮的運轉完全協調，使一年正好有360天，每月正好30天。這是以圓形及其360度象徵的完全與圓滿。回到約書亞關於主再來的預言，當2025年9月23到24日過去而主未再來時，我曾認為約書亞被撒旦假冒為耶穌來迷惑他。我並不認為他故意製造假預言，但在觀看了他的採訪視頻後，他解釋說9月23到24日是按儒略曆計算的，因此我決定撤回之前的判斷，因為他的解釋有一定道理。而且在那一天到來之前，我無法斷言他的預言不應驗。但我認為約書亞和他的朋友在以下兩點上有誤。他們認為耶穌用儒略曆標記自己的再來，並將2025年10月7、8日兩天滿月稱為吹角節。我明白並相信，主可能在2025年10月7日再來，因為那一天正好與住棚節的第一天重合。住棚節象徵天主在世人中間的作為，他以人的肉身與人同在，正如聖經所稱的以馬內利，意思是神與我們同在。天主道成肉身，以耶穌之名降臨世間，為人揭示天主的作為，並賜予人救贖的恩典。道成肉身的天主，以耶穌之名在末世其後在地上建立千禧年國度。屆時，他與人同住，統治地上的萬民。道成肉身的天主，以耶穌之名和羔羊的稱號，在新天新地上建立永遠的國度，使神與他同住在地上，與人同在直到永遠。但如果理解住棚節也象徵主耶穌實際與聖會同在直到永遠，即他將聖會接入天國與他同在，那麼主確實可能在某個住棚節再來接聖會。這樣理解就會產生一個疑問：住棚節的應驗是否會發生在吹角節和贖罪節的應驗之前？因為這兩個節期在住棚節之前就已列出。答案是2000多年前，住棚節的應驗發生在所有其他節期之前，儘管它在7大節期中被列為最後一個。這或許也象徵一個屬靈真理，沒成為首。住棚節在新約時期的首次應驗，是當主耶穌降生在世上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滿有恩典和真理。我們見過他的榮光，正是從父而來的獨生子的榮光。約翰福音1章14節。因此，對於聖會來說，住棚節的第一次應驗，是當天主進入世間，在人中間行走，以完成對人類的救贖。而當主在某個住棚節再來，將聖會接離世間，使聖會永遠與主同在時，那就是住棚節的第二次應驗。住棚節的第三次應驗，是針對末世期的聖會，當他建立千禧年國度時。住棚節的第四次應驗，是針對千禧年國度中的聖會，當他建立永遠的國度時。如果主今年在住棚節再來，那將是極為奇妙的事，因為他用7大節期中的5個節期來成就他對聖會的應驗。他以住棚節為開始，也以住棚節為結束。這一行動就像是主向聖會宣告的愛。因為我愛你們，所以我曾嚟到你們中間，與你們同在，教導你們，救贖你們。因為我愛你們，我將再來，帶你們脫離即將臨到全世界的試煉，使你們永遠與我同在。我在哪裏，你們也在哪裏。啟示錄3點10分，約翰福音14:3。如果是這樣，對於聖會來說，1. 公元前7年10月8日朱利安曆
對應公元前7年10月6日格里高利曆住棚節應驗了主耶穌降生在世間，為聖會帶來救贖。2. 公元27年4月9日朱利安曆，對應公元27年4月7日格里高利曆逾越節應驗了耶穌基督為聖會的罪受死。3. 公元27年4月10日朱利安曆，對應公元27年4月8日格里高利曆無酵餅節應驗了聖會中神子民的罪已被除去，並賜給他們完全聖潔的新生活。4. 公元27年4月11日朱利安曆，對應公元27年4月9日格里高利曆初熟節應驗了聖會中主子民的重生。5. 公元27年5月30日朱利安曆，對應公元27年5月28日格里高利曆五旬節應驗了聖會的建立，聖靈者降臨並與聖會同在，而且這很可能發生。公元2025年9月23日朱利安曆，對應公元2025年10月7日格里高利曆住棚節將再次應驗主耶穌基督的降臨，這一次他將來接聖會脫離末世期的大災難，從此主耶穌基督將與聖會同在，直到永遠。他在哪裏，聖會就在哪裏，他住的地方，聖會也住在那裏。首先，聖會將與他在天上同住，隨後，聖會跟隨他返回地上，在千年國期間與他同住，最終，聖會將在新天新地中，與他同住於永遠的國度。動詞住字面意思是建造住所，如搭帳篷建房屋，但在約翰福音1章14節中，當該動詞後跟介詞在中和賓與我們時，它的比喻意義是與賓語所指的主體同處於同一地方。這也意味着，一旦主耶穌將聖會從世上接走，他就始終與聖會同在，在他的肉身裏，無論是在天上還是在地上。耶穌的宣告：我若去為你們預備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好使我在那裏，你們也在那裏。約翰福音第14章3節暗示，一旦聖會被主接到天上，他就永遠跟隨他行動。親愛的聖會，在2025年10月1日，我做了一個非常短的夢，內容如下：我看見遍地的聖會肢體都在熱切等待主的再來，我仿佛聽到一個聲音說，主的到來是真實的。我看見越南各高原山地的聖會肢體非常虔誠地聚會，迎接主的再來。我仿佛聽到有人說，我即將在本安息日所講的講道是真實可信的。我猛然驚醒，查看時間，發現是凌晨4點22分。奇怪的是，我尚未為本周安息日準備講道，只是有一個標題，對2025年10月主再來預言的辨識。現在，當我整理講道總結部分時，我得到提醒，我在2025年9月29日通過 Telegram 群 越南聖會與聖會分享的信息，也應被納入講道內容。我明白，主的降臨可以發生在任何一個節期，這是真實的。主今年可能在住棚節降臨，這是真實的。關於顯現給約書亞的靈不是耶穌，而是撒旦的宣告，如果在2025年10月7到8日之後主仍未降臨，則是真實的。新月和吹角節是農曆初一的新月，而不是滿月，這是真實的。我感謝聖靈者，因為他在我編寫講章、寫聖詩或回應神子民的疑問時，常常光照我。但更重要的是，他時常安慰教導、引導、責備罪惡、作見證、代求，並賜恩賜給我錄。願一切榮耀、尊貴和權能都永遠歸於他。阿門。親愛的聖會，在今年的住棚節期間，讓我們一同聚集，敬拜主，彼此交通，並一同期待基督的再來。主耶穌啊，求你降臨。阿門。願主的話語使我們成聖，並加添我們的力量。
願我們眾人都持守信德，忠心跟隨主，直到基督者再來的那一天。願天父、聖子與聖靈這三位一體之天主的愛、恩典與團契常常圍繞你們眾位弟兄姊妹。阿門。